来看这条，唔知有通也无通呢？这新德市去年有统计哦，差不多有29万台奥多拜，不过市区因为有一寡车路跨度是无够宽，加上这奥多拜停车格也真有限。市政府最近有经过着这交通改善小组的决议，要针对28大灯仔卡开放停车，希望会当解决着这停车需求的问题。大楼灯仔卡竟然出现白色奥多拜停车格，因为有不少民众反映讲，新德市停车空间无够。市府最近针对停车需求较大的路段，规划开放灯仔卡，予民众停机车。针对这个政策，民众意见无同。是可以啦，但是也不能去影响到行人啊或者娃娃车通行。因为在新竹骑摩托车是最方便的，它前面的住户他也可以停，那后面的话他也可以停，因为我们要给客人停啊，不然客人说想要来这边买东西都没有地方可以停车啊，不方便。根据统计，新德市总共有29万台奥多拜，机车停车格只有12架左右，民众常常找无所在停车。经过民众反映了，新德市交通处放令条件，只要灯仔卡跨度超过3公尺半，而且过路空间超过1公尺半，就当提出申请，伫灯仔卡为奥多拜停车格。准讲申请有通过，1年内就袂当申请取消。包括骑楼深度必须要大于3.5公尺，在骑楼内呢也不得设置临时或是固定的障碍物，也不得在骑楼来骑乘机车。那此外呢，周边也必须要没有其他的空间可以来划设机慢车的这个停车格。停车需求必须大于供给。到目前为止，新德市政府拢总有收到61件申请案件，经过相关单位会勘评估了后，有28件符合标准，已经为机车格开放民众停车，希望会当解决机车停车的问题，也袂去影响到过路人行灯仔卡的权益。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。